再来是云林县的环保局，为着要有效来维护着空气的品质，是甲通报的平台再进化，结合着科技，24小时来监控。嘛，进一步针对着农业用的塑胶布做回收再利用的计划，要来建立着农业循环经济。 规个天顶拢用蓬蓬，自今年5月份开始，云林县环保局就成立咱的通报平台，让民众会当来通报。我们那平台在今年5月在成立以后，就是开放民众可以加入。目前加入的民众大概有600多位了。整个环保局做一个统计数了哈，大概是430件左右。因为即马开始进入秋天，空气品质嘛无遮好，所以环保局针对伫室外黑白箱物件进行加强稽查。除了原本会使用手机通报，9月份嘛开始引进科技的监控，24点钟注意敢有人黑白箱物件。大家打一通电话哈，那我们现在有2个地点哈，帮大家来收这些农业废弃物，在台西跟虎尾的清洁队呢，都由我们这清洁队来帮我们做回收。那回收以后，我们会做成再生的这个塑胶粒，这次落实真正的这些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回收再利用。 只要民众敲一通电话，就会使提供免钱的清运服务。期待透过政府这一系列的管理，会使提升县内的空气品质。